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建類嘅節目。今晡日嘅好生牌單元，然後大家咧稍嘅乜嘅咧？大家好，聽眾會知道講，哇，潤彤對身體動好，所以平常時係講要海外時間是不係潤彤。繼續咧做乜嘅潤彤咧？打 Q。行路就係講禮拜六日嘅時節咧，沿路會行行聊聊啊，像係慢慢行啊散步哦，係冇咧手水啊做得。今晡日咧小解係一種哇，看起來動向東南，唔過看起來要東北風，其實係一種動好嘅運動，該是係騎馬。馬術，呢啲係乜嘅東西咧？係到底要乜嘅升級嘅地方？基本上嚟分享呢啲嘅來賓，該是係呢啲繞牆道係中華民國馬術協會嘅秘書長林正雄先生，分享林太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請各位來到福建來大水鼓，我係高雄美濃。今日先做馬術協會嘅秘書長，謝謝。分享林太哥吼，林太哥係美濃人，美濃啊，唔過過後辦到台中，第一台中係一段時間，也係第一台北。好，唔過我嘅林太哥嘅行業應該係講到前後咁做得好。可以啦。唔過因為喺到台北嘅時間就較少要幾邊。用行業來打水鼓嘛，個少哦，故作今年係咪請關係做得來到客家電視嘅節目，同大家用行業來打水鼓。係啊，你看到嘅你青島嘅鄉親朋友，其實記得看電視嘅時節輕少輕有機會做得談到係海陸講海陸，像我平常時係講海陸嘅，也係講苗栗嘅試驗也係有美濃嘅試驗。其實談起來我相信青島嘅鄉親朋友會知道親切。親切。你按叫冇講嘅，根本你來到也會講行業，係咪也有一種親切嘅感覺？親切。因為特別係做嗰時候談到功效啦，然後客家電視台跟老友記從個功效先好。林太哥係親好嘅一個太哥吼，根本有6樣之前同太哥用打水鼓就知道講，哇，林太哥親斯文哦，一個人有感覺有親熱情哦，根本親個性係嘛，親個性做得有請到林太哥來分享馬術。奇怪哦，講到馬術，一般來講，你會知道講，喺台灣騎馬嘅人較少。講開馬唔會少哦，差唔多，因為我哋馬術協會62年就開始成立咧嚇，所以中間咧個馬場差唔多有50-60間馬場，所以50-60間，係喎，騎馬人嘅差唔多有2-3萬以上。所以平常看唔出啦，其實。因為個馬場有特別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、東部、花蓮全部有啦。大概騎馬前後一個輕健康嘅活動。講實在話吼，騎馬係一種也係挺推廣嘅一種嘅運動。唔過佢也係一種嘅比賽，像係奧運就有按用嘅馬術嘅比賽。一般來講，你到台灣嘅時節，你會知道講，像我嘅印象就係讀大學嘅時節有冇？嘅啲嘅后里馬場。後里馬場，後里馬場，還是啲馬場天，可能有青島嘅人哋騎馬。唔過正經來講，對嘅馬術唔係講清了解。希望就會看電視嘅時節有冇看到個奧運比賽，知道講哇，輕拍頭有冇？哇，嘅馬係輕高態有冇？哇，你做到輕拍頭哦，做啲嘅騎馬係感覺輕微風，就按用聽。其實唔係按人啊，其實也係一般人也係做得騎馬嘅。錯嘅，騎馬嚇，練嘅個騎馬千多種啦，有比賽嘅，有休閒活動嘅千多種啦嚇。所以我本身都後里馬場出嚟嘅啦，以前我都屏東論鎮初一嗰邊嘅嚇，考一級軍官，都考初一官啦，都分發在後里馬場做初一官，一開始就開始接觸馬啦，過來啲初一官做。跟馬看片喎嚇，因為揸青蛙騎馬嘛，我喺度面嘅60年都選到那個上那個蒙特奧運會啦，去西班牙受訓，就話你開始就接觸馬都幾冇停過係冇，唔過一開始係讀書儀嘅，嗰時候連太講係書儀生咧，書儀生，你跟你同馬看過片，有啊，還有叫誒。
我台灣嘅馬啦，唔過大部分係馬嘅係冇，嗰種嘢係馬衣哦。對啊，台灣馬衣清少啊，哦，馬衣嘅馬，因為台灣馬唔多嘛，因為台灣嘅那個狗嘅啦、豬嘅啦、牛嘅啦、咩嘅啦、雞啊，馬清少，所以馬嘅處理時也沒咁多。以前我就講那個以前嘅那個我以前嘅那個騎兵隊嘅攞處理時啊，就話佢咁啊學。哇！古松兒真係冇簡單咧嗬，我喺看一下林太哥嗬，自己故事嗬係真冇簡單啊！我想下你看嘅馬醫嗬，做啲講係馬醫，馬處理師，馬處理師，佢是接觸馬嘅，古松兒同馬係看片，看片開始騎馬嘅，騎到也40、50年咧，其實你同馬嘅感情真好，真好啊，真好。一般來講，喺訪問青島嘅獸醫師嗬，其實佢哋也係講訓練狗嘅教練，佢哋同狗嘅感情係真好，因為一般人。大家都學狗嘅嘛，吼，你要知道狗真有靈性，狗是寵物，其實馬也係。其實馬比狗還更有靈性。真嘅。真是馬又可以當寵物看待，又可以騎，又可以訓練。你嘅寵物好大，你嘅寵物青苔。因為馬有幾種啊，又有青苔馬，又有細馬，又有迷你馬。迷你馬都唔適應你騎，又可以騎嚟撩，又可以散步啊。所以，另外一個又好嚇，就台灣馬嗰種嚟屬馬咗嘅，有細馬、迷你馬，會騎飲料，又可以騎，就叫騎唔得啦，叫騎唔得，馬可以騎啊，可以撩啊，係嘛？佢唔跟남의。唔過叫我咪同你撒嬌呢？係啊，馬冇啊，馬冇啊，馬搞到個拿種一比四，亦都唔停行啊呢。啊，真嘅啊！跟而且家要幾多馬嘅？梗係是要幾匹？我冇屬馬啦。你冇屬馬誒？我冇時間啦，嗰陣時我不是以國馬場嘅嚇，以輔助教練啦嚇，幹嘛看片啦嚇，就一騎馬就實在可以騎啊。跟住睇個問一下，跟住同馬嘅感情親情嗬？親情。睇個馬有乜嘅問題，咩不情感苦嗬？我呀，希望因為你看到馬仲看到自家嘅生命嘅。嚇，一般來講，其實同馬嘅互動嗬，連睇過係同係講，其實馬係真有靈性嘅。嚇，其實佢俾第二嘅上物解。啲。真嘅，而家係講而記錄記而嘅心情唔好嘅一啲。將來點樣心情唔好時，你騎馬又感覺唔一樣。佢會感覺你心情唔好。而都會親受性、親民感。啊，親民愛民感啊！馬心情好，我哋馬啲啊。唔一啲。我咪啲啊。唔樣啲啊！唔講而係講親防疫，佢會點啊？啲啊，買啲啊，跟住佢安慰你嘛。因為我呢個騎馬時節嗬，唔係講先騎馬啦，啊，騎馬之前我計騎馬溜馬，計培養感情，一個刷馬，一個射槍咧，命槍啊咧，命槍，嗰啲係咪用命時嘅，用公關衝過鼻頭咪可以？衝過鼻頭。係啊，就感情親好嘛。感情親好。嗰年計撞好嘅時節。就騎馬那雙翼騎馬，啲馬都親歡喜啊！親歡喜哈，跟住親歡喜嘅時節，基本上係表示咯。比如講，你看個狗嘅有冇？個狗嘅味啊，跟甜同嘅時節，就啲個狗嘅親歡喜，個馬係咯。馬歡喜時節，養嘅尾巴有沒有啊？養米啊，會壓起來啊！佢尾巴會壓，佢米會壓起來啊！咁樣。行路各有精神。行路各有精神。講實在話嗬，其實我設計嗬，對馬係唔係講親。認識其實係一陌生哦，不過我有一兩擺騎馬嘅經驗，我只好教聽聽啊吼，我點樣我去騎馬嘅時節，我會知道講哇，你點樣我見擺吼，看到朋友愛用騎馬嘅時節，我會知道講哇，佢真威風。不過我去練習嘅時節，嘅馬行過來。我真唔係會講呢，因為我會感受到個馬係真固態嘅，韓國而家做得知道佢嘅溫度，因為講呢，你命狗嘅狗嘅時節，你親知道冇乜個壓力嘛，叫細細哦，見命佢哦，親見高咁容易。唔過馬行過來嘅時節，因為佢真固態，你做得感受到嘅馬嘅溫度嘅時節，你會知道，哎呦。也係一種親態型嘅動物。唔講你騎上去嘅騎到嘅馬背後嘅時節，那種心情吼，嗰種心情真的係真興奮嘅。我親難過嚟形容，喺佢行嘅時節，你會知道哇，真係有嗰種嘅音質，因為佢，你知道佢會有一種嘅震動嘅，有冇啊？
上下震动嘅感觉，有冇？你会吃到轻微风，然后你就会，古说吼，我做的了解为什么青岛嘅人吼一开始骑马嘅时间就奋斗诶。有冇係冇？按講啦哈，因為可能馬按太早講哈，其實馬真係先怪痛苦啦，因為馬本身就食草嘅動物嘛，食草動物吼總係清溫順啦，要清怪，你看馬按怪，按太早其實唔是講啦，你就不能是按太早嚟啦哈，咁你就會計先打個招呼啦哈，就哦小王還是什麼，看有名誒，嗰度頭腦婆婆咧，眼睛婆婆咧。都對你先好嘅，你唔會夾，而唔會咬馬，唔會咬你啦。係啲，唔過我係吃到講係騎馬嘅感覺，因為你吃到嘅馬青苔，有冇嘅輕有溫度，而咩起來嘅時節，嗰種嘅感覺真神奇。唔過騎馬嘅有冇做到按沿道、按排頭嚇？毛誒、樹辣嘅、虎誒、蟹誒。因為哦，騎馬本來就喺你頭擺時節，喺面嘅啦嗬，演嘅方面本來就較高尚嘅運動嘛哈，嗰個我要安全第一啦哈，當然就要冇安全帽咩嚇，冇誒，嘅冇誒輕排頭呢，要冇咗安全帽，就人一般人騎摩托車呢，我戴安全帽咁，安全第一啦，因為某個運動它有啲嘅意外嘛嚇，安全帽第一啦哈，嗰個戴手套啦，防止手嚟韁繩哈，唔會撩嘅啦，嗰個保護手，又可以摩擦力，嗰個作為騎下當個實親講啦，真嘅看起來吼，就像林太哥基本上看起來嘅騎馬嘅人就係一種做個輕排頭、真整齊嘅感覺吼。你看特別那個看天樣嚟講吼，特別那個種英雄啊，哦，總個騎馬大戰，全部騎馬，輕微風，尤其係他們人家訓練時間，看到那小姐提特別看哦，有夾個捱啲，西蘭人有冇？西蘭人看哦，你看到青島嘅相片哦，你相片就係你係唔睇過嘛？哦，呢個唔係，你唔係哦。哦，相片好像捱那個馬主席理事長。啊，理事長哇！你看捱主公做埋好騎馬，你看個騎馬做到按沿道有冇？戴帽誒，個理事長騎下去有冇？個奔馳嘅感覺嗬，個細妹度順條看一下哦，佢知道輕微風係嘛？馬有獎啦嚇，像有馬有獎，有微風，有走嘅人，冇強樣啦，冇強樣嗬。古時候一下唔過都安全嘅方面講起來，其實係因為騎馬係做幾種嘅安全戴安全帽啊，嗬，帽誒也係講衫褲啊，嘅皮鞋其實係保護嘅作用啦。唔過講實在話嗬，按用嘅服裝哦，按用嘅衫褲嘅設計嗬，做起來也本然吃到輕排頭嗬，嗬，嘅一般後生人係講較後生嘅人啊，佢細個人去打籃球嘅時陣，會知道哇，很微風哦，嘅打球嘅英姿有冇？如果嘅騎馬嘅人嗬，嘅衫褲做啊起來，係咪本人，係咪有本人知道哇，輕微風嘅感覺？吼，尤其迄種林太哥講嘅，個馬要按過，有冇？你騎嘅時間，騎較急嘅時間，有冇講？有冇講有一種速度感嘅時間，你就會知道講哇，你係一件當戰鬥嘅事情咯。咁講吼，你家鄉親朋友吼，基本伊只是當份去繞差唔多，林太哥同大家來分享。其實還有很多老馬相處嘅神奇故事哦，先聊下咧，等下繼續仲嚟打嘴鼓。今晡日咧，當份而就哋繞場到林太哥來到節目底度同大家來打嘴鼓嗬。唔過第一趟節目嗬，都係講嘅較輕鬆嘅東西。第一趟係真輕鬆。今日有看到嗬，青島嘅騎馬嘅時節做嘅衫褲也好，安全帽也好，也係講嘅騎馬嘅羽毛嘅鞋啊，哇，看起來真微風。唔過講實在話，我哋嗬見擺騎馬嘅時節嗬，我哋有嘅馬刺、馬腳。哦，個馬球就係你做嘅，就是啲鞋嘅後背有嘅長長嘅東西哦。一般人來講哦，因為騎馬嘅時節係要拿嘅馬鞭。大家尾巴頭其實先看到看電視也係看嘅武俠嘅連續劇嘅時節吼，大家會知道哇，騎馬嘅時節輕微風用嘅馬鞭咻，其實唔係哦，係用馬刺、馬球，也係講馬刺哈、馬球哈，伊平常哩。
做唔得用啦。做唔得用哦。轻微骑呢可以用啦。因为马刺哈是多人，他跟这个马唔导航的时候哈，马刺个跟已经在那个马线的后面嘛，后边嘛。出完隻馬就會走啦，但係唔可以騎，出完要馬一背我就做唔得啊！唔可以騎你哦，那可以用馬刺。因為吼講實在話誒，迄個唔可以騎嘅人用嘅馬刺，佢就輕危險。錯，哦，輕危險嘅。冇隨便用啦，做唔得隨便。反正這個跟這個長途哈，其他差唔多嘅，高你講唔可以用，那可以用。做得用。但係我譬如一個馬的能力用嘅啦，嗰啲一隻馬輕噸。哦，唔到我做事，即係唔搞成，我就喺馬刺喺馬邊用啦。不過講實在話吼，也一般人你要知道講去騎馬嘅吼，係一種輕貴嘅運動嘅，像去打嘅高爾夫球咁用嘅。其實騎馬嘅公司話一貴嘅，大家會知道講，根本嘅像係根本嘅愛訪問林太博吼，我就青島嘅工作人員是講，嚇騎馬哦，嘅輕貴嘅，嘅根本係有錢人嘅發通。睇下會按用感覺。騎馬上癮啦，因為一隻馬也係貴啦嚇，有得100萬或200萬嘛有啦，不過普通的馬也有啦，20萬、30萬嘛有啦。騎馬上癮，跟個一般嘅在俱樂部裡面哈，騎都個貴一些啦哈。但騎馬嗰種種啦，我有馬可以走雲港啊、山上啊、下海啊都可以走啦，野外都可以騎嘛，亦都輕便宜啦哈。但係唔一定那個俱樂部當然就個貴些啦，因為俱樂部設備過好嘛，有那個會員室哈，有健身房啊，個教練又好，設備又好，都個貴些。佢一般呢中南配，唔好講中南配，北部台方面開成嗰啲馬可以去，亦唔。看情形啦，看情形吼，其實唔係講你聽錯嘅假面嘅輕貴嘅騎路鋪去騎馬嘅一般人，係講有興趣可以接觸一下也係做得。錯啊，唔講唔是學馬呀，就像林太哥講嘅，而許多幾片嘅教練會教你用，會提供馬嘅本意騎嘛，錯冇？有啊，佢會同你托，而去選較適合你嘅馬嘅，因為我哋講其實馬嘅駕駛輕貴。有冇嘅馬嘅駕駛係較貴嘅？故所一般來講，其實也唔係講真係愛去買馬嘅。有冇？你就去幾片？冇啦，一般一般是一齊學騎馬啦。學騎馬學我也差唔多，人家經濟能力有老闆，那就買馬啦。因為一隻馬也沒講。差唔多100萬左右樣，哇！100萬、780萬以上啦。跟一台茶嘅啲陸空姐。馬上比賽用嘅馬就輕貴啦，嚇！比賽用嘅馬個貴，佢一般騎乘嘅馬差唔多4-50萬，4-50萬啦。普通嘅馬可以騎嘅，所以我一般佢說，好騎馬時嘅，當然有興趣騎馬，教練會帶你看人決心，跟人跟親溫和啲嚇，要選個較定親嘅、較溫和嘅馬，迄個人也跟人嘅決心較活潑，嘅前一匹較活潑嘅馬嘅，同你皮下你哦，因為你要上嘅馬嘅同你哦，就會係親親密嘅接觸。古所會托一匹適合你嘅馬嘅，將泰國嘅先看落就輕定輕溫柔。古所你喺個喺騎馬，你馬啊較定輕較溫柔。騎馬你騎住呀哈，手也會過好啦。因為我講你喎，因為我學呢隻馬，聽我有個耐心同愛心。錯，咁人家脾氣冇你，你要嚟可能學呢馬學呢唔好馬。你學呢馬過久嘅時間，有耐心慢慢教。種教一般教叫用嚟，冇耐心冇教唔好嘛。古時候青島人講，佢講係同嘅愛選嘅男朋友嘅時節有冇？係講你嘅男朋友親小叫嘅親好叫嘅，知道講按用嘅細奶，佢有愛心。不過也係有多一種嘅選擇咯。係講明明是嘅細奶嘅，佢講佢平常是親好騎馬嘅，就做得個哇！一個細奶可能係親有愛心咯，耐心，也係做得選吼。係咪按用嘅？真係有樣啊！真係係有樣嘅，因為就像泰國講嘅啊，其實同馬你要好好嚟訓練佢樣做嘅。
好，还有按用你，其实其实就像泰国讲的，你去到几片嘅时间，也係做得清平，向下來人仰馬屁啊做得，好應用也做得啊。一幾年嘅能力唔難，唔講你就請假一家也好，兩家也好好朋友向下去認一片馬嘅，也係一種嘅方式啦。好，唔過同馬嘅時間，就像泰國講嘅，去到幾片人家唔是緊張，因為你做得同教練講，教練會教你用嚟選馬。是吧？因為真係一般騎馬摸馬嘛可以騎馬啦，你可以參加野飛人，係嘛？可以上個飛人，也買呢，他們一般的馬場就差不多一套都10堂課嘛，有賣的人上的啦哈，也上個飛人之人嘛哈，都學馬好騎馬，差不多騎到2、3年也差不多我也是的，你有能力。就可以買馬，真係哈。我聽去個有馬啦，咁我跟朋友從個領養馬可以啦，不多種啦。一係騎嘅馬場嘅馬就做得咧，可以啊，係啊。有興趣，不過騎馬一般來講，大家會知道是一門險呢，因為吼當然啦，迄個你像嘅生意，迄個俱樂部嘛，迄個遊樂園有冇嘅有教練牽呢嘅馬已經立1天，也係立2天，嘅係教嘅。不過迄個你去到馬場騎馬嘅時間，一般人你看嘅時間會知道講哇，有冇嘅馬迄個你騎到衝夾嘅時間，啲馬蜂嘅跌下來，都係一模一樣嘅事情。有啲人啦，騎馬所有運動一定有唔相信嘛，嘅係當然都會有風險。所以一定有，你騎腳踏車也好啦，哈，我都買乜嘅油啦，哈，你打球嘅乜嘅油啦，騎馬其實騎馬快啲騎馬你反而較安全，已經有教練教我嘛，係嘛？教練稍微強啲騎馬，唔會一開始唔會有乜風險，所以講跌下來嘛，一時講裡面跌到下來馬唔會用嘅啦，一速度沒先降，係嘛？就只要往下帶下要抽梯、沙梯，要往下要是講馬個角可能個降用嘅，其實冇馬嘅啦，一往下就讓你慢慢就下來就咁樣。還有你跌下來嘅時間有冇？可能係錯片，嘅錯片咱唔係想嘅按壓。唔過經驗真重要啦。按用講起來吼，主要係同鄉親朋友來講，一般來講騎馬嘅時間大家會知道一模一樣。講實在話，像你泰國講嘅，你做乜嘅事情都有風險嘛，自家就會較注意。順條係講有教練皮墊，係講而家經驗唔係講按度嘅時間，當然做唔得自家一幾年就有冇按用像你新泡嘅就會騎馬，按用錢當然係風險較高。不過講起來就係而係講真係愛騎馬嘅馬去訓練，人也去訓練，係冇你去你講你講個馬可以教馬，其實人也係去訓練嘅。泰國講有考場做得好先嘛。有啊，因為一般人幾個馬哦唔會差，幾個馬從間呢我嘅進口嘅馬，從去訓練乖嘅啦，訓練乖是馬他們冇問題啦，就你嘅問題，你一開始學，像講一般你冇騎過馬就1年教啦，差唔多教，但係一般你是有騎過馬，騎馬簡單啦，騎馬騎好馬冇咁簡單啦，時間問題嘛，就反正。有的人也冇教練教哦，除非佢騎也唔怕啦，係嘛？或者馬拐嘛，有啲馬輕拐唔會用嘅，要輕好就我走，我要停。當然一種嘅是唔學就沒輕好啦，之後要有教練教，教練教差唔多，兩個自家騎下，你教個安全啦。喺講騎馬騎久嘅，你同馬嘅咩騎啊，變到輕好嗬？輕好啊，變朋友呀。變朋友。他們比自家的生意還夠錢。還夠錢。像有啲朋友，包括我自家啦，從有以前嘅訓練時間，真的6點鐘就可以跟馬窮啊，都按部就能可以離開啊。按用人做唔得，按用人做唔得，佢客戶行嘅本樣龍來又800人嘅進來嘛，佢早晨6點呢度馬窮下都按部呀8點鐘進來。錯啊，嗰多年啊，因為馬實在看得輕，很可愛啦，跟你又可以騎，又可以教，要做得同其他最顧，佢心情唔好嘅時間係做得衝高嘅。錯啊，真是有樣嘅，即係跟馬接觸嗬，就很難地方我們馬。甚比其他中韓國。你睇講你一個禮拜
同馬嘅相處有幾久嘅時間？哦，經過少啦，以前嚟就做線做高齡時間，迷你那樣。迷你同馬強迷你馬強啊！一日6點鐘、7點鐘、8點鐘，超過馬有，超過10點的馬有啊！超過10點鐘哈，以前有訓練練，有訓練馬誒，本身係嘅教練嘛，啊，訓練線數啊，就訓練馬就。我說你愛用訓練下來，有冇覺得較印象較深刻嘅事情冇？冇唔錯，訓練時啊，就講比賽時間啊，訓練比較深刻感就是哈，要他媽給你表現親和嘅時間。當然，剛才講愛見到挑戰也用嘅哈，也做嘛動作，有達到俺的目的啊，就給明年整天就輕鬆快樂。嗰日心情清好就走咧。今心情唔好，也感冒，一騎馬騎下咁好。因為騎馬哦，你騎10分鐘，全身太汗啦。你也係真勁嘅。一般來講吼，而家去健身房吼，走嘅時間走8點鐘哦，流汗流到青島。唔過嘅騎馬嘅時間你冇看哦，佢唔係講走輕腳哦，要慢慢嘅行，慢慢嘅行嘅時間，佢看起來吼輕優雅、輕溫柔，其實流汗流一度誒。馬嘅步法有個慢步嘛，慢步啦，還有個快步，有個跑步哈，有3種步法啦。慢步你都行嘅時候，你就也會讓大腿可以跟着擺動，律動，體內嘅律通哈。個一中間都可以跟馬跑馬啦，跟馬衝嗰步馬當然可以啦哈。個差唔多慢步差唔多10分鐘以後呢，你都差唔多快步嘅，快步時就係你踢嗰個躺上面啦哈，一時就愛企啦哈，上下波動啊有力啊，一10分鐘滿身大汗啦，10分鐘滿身大汗，真是的，一個騎馬就內臟運動，內臟按摩，有內臟按摩，因為伊講你規整人哦，其實係體內嘅馬嘅律動，向下挺通，嗰種你的體內是內臟係體內運動嘅，全身運動啦，人腳啦、腰位啦、膝蓋啦、腰位15條啦，全部運動。全部運動，佢每一下嘅騎1點鐘下來吼，6點鐘下來嘅絲會痛嗎？會痛，騎久了會痛啦。會痛哦。如果人家啦，一開始騎馬啊，就是覺得冇可能我一次走馬，一次走馬都唔得，你也都唔掉。所以以前嘛，特別個千里馬哦，因冇可能一年走1000里啦，你知道？因馬會跳呀，沒差呀。就大家都講馬哈，你走嘅時間你要出力啦。可能你平常可能騎馬個真簡單樣嚟咯，其實你騎馬啲嘢，我出力，也會出手要綁要出力啊，個腳也會出，腿要也個推進，所以無形中都全部出力了。真勁嗬，所以講起來係當好嘅認同哦，咁個喺做啲用語來，喺堂喺做啲講皮哦，聊下定下陣陣來。上堂節目係講到吼，其實吼騎馬係一種親和嘅運動。其實幾陣人吼都有運動到，吼從潮水強用，因為你嘅騎馬嘅時間嘅內臟都要按用運動，還有你嘅有冇？因為你騎嘅時間係做得縮小腹，有冇嘅肚勢可以翹起來，有冇？因為輕一可以來很挺胸嘅感覺嘛，有冇？還有你嘅太腳臂有冇？你嘅腳呢？有冇嗰種嘅腳臂也要做得運動到，嗰種你體內馬一樣騎嘅時節，其實吼流汗流到青島。青島。吼。騎馬吼主要流汗多。可以消耗熱量青島。所以可以女孩子可以減肥，男孩子也可以減肥啦。因為你騎馬跟那個一般運動吼，一般那個健身房嘅地方，即係叫房間地方。你騎馬呢可以輕快嘅地方可以騎，所以感覺吼又可以運動，又可以看風景。看風景、運動、流汗，可以幹嘛咧？中間那個接觸，大椎骨哦。唔過吼還有講到吼，上一堂節目有講到有講到同埋嘅默契嘅訓練，
嘛，就是默契之间的训练。比如讲，你做的命机嘅剑剑啊，刷毛啊，扑扑机啊，剪头命的啊，安样你都係很好嘅一種嘅咩嘅訓練嘛。比如講，像也有看到咧相片，因為相片也係林泰國帶來嘅。一個相片，一個打馬鞋，馬蹄鐵哈，一打馬鞋，嗱傳統銀黑講嘅啦。哦，真嘅哦。平東灣民。哇哦！我朋友嚟打馬鞋，一打馬鞋已馬哦，一馬一燒一架呢個馬蹄鐵，繼續把它墊下去的話哈，行的時間係嘛，那唔會出手啦。因為一般馬，但摩當然唔怕，但一般馬搞啲比賽或者那個馬路上走的話哈，有啲馬其實比較好。因為打馬係也清河工作呢，清虧啦，清虧啦，也打馬係哈，像要已經打馬係年歲可能沒錢多，台灣沒錢多，差唔多10左右嘅。嚇，按少？千少啊！哇！已經有清虧啊，有啲我應該幾學喎，嗰幾學又係將來朋友就將日本學啊，啲香港學嘅。哇哦！好簡單啊！哈哈，古說呀哈，迄個按少哦，梗係要請到一檔人，當做啲傳承按樣嘅技術。所以有的人因為一個學清虧啦，你話，萬一有投標的，有餘力的，有把馬腳，係嘛，要夾部馬踢到，係嘛，所以本身有耐心啊，有體力啦，嚇，工作沒啥工作，清虧啦，先是屬於清高啊。哎呦，清高一隻馬就是要2000元台幣啊。一匹馬嘅，嚇一匹馬嘅，古數佢一日做得差唔多有50-60以上啊。哦，所以100以上就唔會炒啊。哇，你唔會炒，係清油錢。清油錢，唔係清虧啦，清虧啦。要把時間啊。就是要學2年以上啦，學會啦。唔過你看6年以上，係講做得出師，做得變師傅，清開也清有耐心，我有體力，唔過一日下來1萬高橋。對啊，一張也差唔多1-10萬冇問題。啊，一張也唔係講清多錢，20萬聽聽啊，哇，談起來真嚇人呢。將來朋友有啊，真就是有20萬。你看睇唔係，係講吼嘅，同男朋友嘅時間滿佢做嘛，家己講佢係做幾種嘅，佢要注意哦，係清開冇唔做唔過一穿到1刀錢哦。唔過騎馬有嘛個限制嘛？冇，騎馬就可以學，有個特別強調嘅，騎馬嚇男女老幼都做得，比賽嘛咁樣，比賽啊，香港參加亞運啊，奧運比賽時間，年齡什麼小姐跟男生都做得，衝下比賽。像一下看到嘅相片就係一隻清後生嘅，一個什麼，一個社會上的新人生天天。哎呀，一個身體有發展一些問題嘅學生咧，差唔多呢一般20男公分呀，講請我騎馬，從海州騎馬，騎馬好幾多年？差唔多有3年以上嘅。嗰件唔過小1年生。馬睇陣年識咋，啲冇問題啊，真定一下咧。馬乖哈，佢要學生哋有年高年哋教，要10幾年上3年，還有比賽過咁樣啊，按睇陣馬，你按識咋咩可以騎，所以馬乖啊，咁馬就係靠眼睛數嚇，你計操縱呀，左右走，所以冇簡單。古數吼，其實有今日看到嘅細阿妹嘅吼，清細嘛，國小3年生、4年生就騎馬嘅。泰國有講到，其實佢可能身體有一些問題，也係嘛嘅意思係講，其實古數其實騎馬也有騎馬嘅治療，也有講騎馬嘅復健。馬術治療有係。有啊。嚇。台灣有啊。古數啲協會也看到一度嘅人有來騎馬嘅。哦，今日可能有個黃先生啊，就我哋馬術協會嘅總理事長。佢本身哈，差唔多20年前是一個僵直性脊髓炎，根本冇辦法行路啊。嘅清嚴重要清痛嘅，坐嚟嘅時間痛幾年，我要看醫生來，嚇，佢其實如果可以騎馬，
你不能行都冇辦法行。也係幾歲？也一樣，哈，也是50歲時。50歲，也係70歲，騎嘛78歲，馬上就會騎嘛。78歲係啊，馬上就會騎嘛。很低嘅騎馬誒。冇，係啊，所以話我騎馬人而冇限制啊。可以5、6歲可以騎到7、8歲冇問題啊。輕巧運動啊。哦，古時其實像喺歷史中嘅50歲嘅時節，是到嘅兩國嘅片有一些嘅問題，唔過也下騎馬嘅，其實有慢慢騎好誒。騎好，以前睇容眾啦，嗬，佢睇開唔過啊。像亞種相片。亞種相片嗬，因為嘅鬼有名，一最看冇腳啊。哇！唔看到冇腳啊，冇腳，你看到嘛？有個專嘅有個帕拉奧運馬術比賽一個冠軍一個是。唔過佢唔過問一下，唔過因為佢按樣嘅問題，佢喺比賽嘅時節嗬，佢係有特殊嘅，也係講也係一般嘅比賽。有個特殊，有個唔係障礙賽，就別按個這個一個馬場馬術場哦表演嘅啦，比如個一般馬慢步、快步、轉彎啦，哦，咁樣嚟表演。現場像連睇個每一下將按樣型嘅方，佢用嚟控制馬，因為嘅前面講到嘅時節有聽到，比如講而喺高年級嘅，而做得有馬刺、有馬球，而用馬球嚟控制馬，而本馬嘅。有個都靠人用那樹，用那樹，拿個韁繩，有屁股、臀部啊，臀部，按轉彎按樣嚇，推動按樣。按用馬就做得感覺。哇！嘅技術千好當中的呢。錯啊！所以我哋訓練馬唔係講靠手，唔係講靠腳呀。我講屁股起坐啊，起坐手啊，那個推進啊，還有力啊。因為馬的動力哈是從後背往前推移嘛。所以我哋騎馬時哈，除了腳手以外，推馬就行了。所以有個冇，所以可以冇腳。當然唔係真係可以騎，冇簡單啦，真係啦。係啦，係真係冇簡單，因為鄉親朋友唔啲可能唔係按清楚，其實佢騎馬嘅時間，因為你要控制嘅馬，你係用嘅馬刺，唔係講嘅馬刺愛高年級嘅哦，輕薄騎嘅，然後做得用哦，你做得用嘅馬刺去控制馬嘅，佢會地佢會行。也係幾位電影用嘅來捅古數幾種相片看到係因為佢冇腳嘛，古數佢用嘅像連泰國講嘅，佢係師傅嘅力嘅去控制，腰部也係師傅嘅力去控制喺馬嘅行動。所以講啊，我係講講騎馬唔是強，係嘛？你冇腳你可以騎。冇腳你都做得騎，真嘅樣嘅。真嘅冇簡單啊，樸素咁做得。係啊，所以講話我嗰段你問個腦性麻痹嘅，自閉症嘅，馬可以騎嘛？尤其係自閉症嘅嚇。自閉症嘅。自閉症嘅嚇，唔好講話呀。但係咯，唔自閉症唔好講話，但係如果佢哋嘅動作，所以如果騎馬時候馬要動作嘛嚇。就後尾我有個朋友嘅來，我哋唔會講話咯。訓練騎馬騎啊，班人樣咯，嗬，變清好嘅。個講法會每年喺度清好。我有談過佢嘛個人哦，我有談過嘅去騎馬嘅人嗬，其實一開始自己應該講咯 ，OK， 比如講佢可能有一些小鬱症。你講憂鬱症，嚇，小鬱症嘅人，也係講有一些躁鬱症，嚇，嗰兩時嗬，其實佢去看醫生啦，有時一些藥嘅，不過嘅效果唔係講清好呀，係用嘅，結果佢去騎馬嘅，結果騎啊半年1年過後哦，其實佢就冇事用嘅，嗰度啲 case 千多，真嘅，憂鬱症嘅啦，嚇，自閉症嘅腦性麻痹，我有個朋友嚇，很難調啦。以前如果你總表演嘅開吉普車啦，有冇有腦性麻痹哦？唔會講話，講唔爭，行路唔到啊行，腳唔會攰。個廿八佢我嘅時候騎馬可以治療一個問題，而為了有冇就買隻馬嚟比騎，比騎是一隻馬輕貴啦，騎馬上馬時。28個29個，佢男上衣，佢買一塊是輕型褲啦嚇，腳大唔佢咩？佢做過喺話嚇，佢騎班人去啦，我行路嘅，我衝過嘅，真是有樣嘅事情。哇！所以騎馬輕巧運動，像我一個朋友，一特別朋友，一班人一起發生事情，如果特別這個馬上騎馬，
本来吼，也心跳8个下的，啊，个血压嘛挺高的，血压他们明天差不多170、180。不然你讲起嘛，伊起码起啊，伊咯，伊医生讲人家冇办法，千万医啦，看病看2、3年看唔好。哈，我起码佢2、3心年冲嘛，主要係心冲嘅問題。心跳吼，心跳跳嘅8個下，動心驚，個人血壓嘛挺高，有流也痛，個人建議起嘛，起嘛一陣要過後，再去看醫生，跟他講心跳正常嘅70下，血壓比100的。哦，這是千萬醫啊！跟我朋友就我朋友騎馬，這個買馬來，這個騎馬挺好運動，就是所以有的人一命馬哦，騎馬騎快啲，離唔開，所以離唔開嘅，香港因為一輩子都捱咩輕鬆嘅騎馬，唔過冇錢呐，唔使攞錢買佢啊，唔使攞錢買佢啊，希望佢買簡單嘅嘛嚇，買簡單嘅，去運動一下就做得好。尤其小姐哈，其實全世界也好，包括台灣哈。小姐騎馬的比例輕高哦，因為小姐有對馬有愛心啊，你唔係愛心啊，因為騎馬真係係一種親厚嘅感覺，要親講啊。你想看啊，嗬，要做啲運動啊，要做啲塑身，要做啲鋼皮，係嘛？哦，嗰種嘅感覺要親啊，無強用嗬。好，鄉親朋友哦，喺你先聊下嗬，等下陣做你節目地圖繼續嚟打嘴鼓。哦，今本日哈同嘅林太保來分享嘅騎馬嘅馬術嘅法通哦，其實唔係像鄉親朋友想嘅按困難哦，比如講聽錯過用錢度嘅錢啊，哦買嘅錢。看佢輕派條嘅總批啊，其實你做得同佢想講一種較簡單嘅運動哦，當然有分程度嘅層級嘛，吼，而家唔係講愛去做選手啊，唔係講愛去比賽，愛去去參加嘅正規嘅俱樂部，吼，係講而也做得講去協會也好，較簡單嘅體防馬場也好，其實佢有算無向嘅課程去練習一下，去感受一下嘅，其實唔係講按遙遠嘅感覺啦，吼，尤其像嘅林太哥講嘅，青島嘅人因為佢真正係無法度，佢可能有兩個嘅問題哦，身體內邊嘅問題，其實佢騎馬嘅。有心態嘅改善，也係講佢嘅心情啊，比如講佢可能有一些小鬱症啊，躁鬱症啊，像家下泰國有講到像係腦麻嘅朋友啊，成人嘅自閉症嘅，騎馬嘅係親好嘅治療嘅方式，比如說有騎馬馬術治療，最重要嘅係其實林泰國嘅設計也有改變。希望佢設計也有改變。有。哦，比如講一開始嘅時間機性也唔係從一下按緊。因為你做高練時啊，你做高呢要搞啲學生騎嘛，一定皮會，係把學生騎會罵你嘛。心頭會罵你嘅心哦。以前學生時會罵你，然後馬去學啦哈。可能當你訓練馬訓久嘅時間，無形中啦哈，你就皮變溫和啦。一定喜歡的。所以你講你騎馬。騎久年，可能是一個修養好年，已經騎馬騎過久的啦。真勁吼！像今本日愛同林泰國愛用大嘴鼓，我只知道林泰國係輕溫柔哦，輕斯文嘅人啊，輕難來想以前係講會罵人很用嘅情形，估計以前有罵過人先。有，你搞啲選手騎馬比賽時，騎馬點樣罵嘛？如果嗰樣一比賽場、訓練場按快，摩太上睇唔到啊，所以就輕太上。唔講而家講翻按斯文，要講按溫柔。佢以前對馬場嘅時節，可能會輕太上罵你。有咩罵你？如果太上嘛，太上叫做而家按快啲嘛。你騎馬超好運動，而從我一個朋友哈，從我朋友有個題外話啦哈。從我講騎馬憂鬱症啊、腦麻啦、自閉症可以治療哈。可以對誰的馬情況呢？對男生啊，一個很好運動啦。因為腰力、腿部有用力。像我一個朋友哈，一騎馬過後臉都亮來啦。
冇做冇從中來哦。佢所林太講嘅意思講，佢細漢人騎馬嘅體力要變到清好，佢排死講有力啦吼。有力對有啦。唔過也真正係清好嘅一種肌肉。肌肉嘅訓練，也係一種嘅肌耐力嘅訓練，有冇？一般來講，你去健身房嘅時間，你嘅訓練嘅肌耐力，你可能會拿嘅壓力，有冇？好，按用去訓練你嘅肌肉。唔過其實你騎馬嘅時間，其實你有力推力，因為你要用有冇輕按體能嘅，有冇體力類嘅感覺？故所其實嘅肌耐力嘅訓練係輕拉嘅，好，唔單止按用哦，唔可能嘅騎馬嘅時間，佢太粗吧？係講游騎比哦，唔係嘅馬蟲天天，而都該太粗吧？有冇吼？哇，輕粗平，太粗吧？按用嘅有冇奔馳嘅感覺時間？然後嘅心情會冇強用，好，嘅心情冇強用，一年、半年、1年過去嘅，當然嘅身體也會出現改變。他們騎馬，嗰時候美的俱樂部有會選，在英國哈，英國我們講上了哈。就是他們騎馬騎野外哈，騎那個享受就不一樣。有他們現在騎馬一山鋪，好一馬路上哈，他們爬山啊、下海啊，那個情調哈。哇，青龍馬有冇？那個有錢買唔到啊！青龍馬有冇？你而家海巡了嘅時節，香港有看到人哦，哇，嘅海巡騎馬，你會知道像哇，青龍馬尤其係你哋冇嘅落日嘅時節嘛，落日嘅時節，哇，嘅日頭會落山嘅時節，哇，嘅真係青龍馬嘅畫面。以前英雄美女都是馬造成的。英雄美女，唔過嘅武俠片嘅時節哦，嘅細漢人騎馬嘅青微風啊，嘅細妹人騎馬嘅青微風，嘅細漢人騎馬嘅細妹人坐喺嘅前面嘅時節，一義無風。誒，唔過嘅騎義無險，哦，嘅種係做戲嘅。也來做戲啊，唔過現場嘛有啊，嘛可以騎啊。啊，當然，那個小姐本身也會騎一點點啊。黑墨青魚醬。南都嘛，對，那個很棒。那個一般那個騎馬鳥，那是很大享受了。哦，你睇下睇下看下林太哥嘅面嘅表情嘛，嘅表情嘅看起來嘅，就是輕享受係嘛？輕享受，我們小時候那個是鴛鴦騎乘，很棒，像種鴛鴦馬一樣。啊，鴛鴦馬哈，林太哥按佢嘅經驗啊，一道哈。有。唔講，哇，其實喺同嘅鄉親朋友打咗一句，喺講有興趣嘅鄉親朋友做得同協會來聯繫，也係去請適合你嘅俱樂部，做得去行聊聊啊，去看一下好清楚，也係一種人嘅一種嘅機會。唔過嗬，有一種特別愛來講嘅嗬，其實嗬，而從嘅英國。而去到英國，因為英國其實你行到嘅街路巷，尤其喺倫敦，你會看到青島佢哋嘅巡查，佢哋都騎馬，因為英國大家都騎馬，唔會知道哇，真係係青微風。因為講呢，因為啲嘅歐洲按樣嘅國家，有冇叫青島嘅西路嘅，西方嘅，故所嘅你會知道講，其實啲英國倫敦嘅，做埋巡查去騎馬嘅，其實係因為佢青島嘅西方嘅，有冇？佢講有乜嘅拜年按走來走去嘅時節，有冇？哇，騎馬一下就堵到嘅，其實你也有冇？也相片也係。有個相片圖案呢，要新北市啊，有騎警隊啦，騎警隊啦哈。騎警隊成立有10年啦，因為像我記得騎警隊是有震爆作用的。好，就是你抗議啊、示威啊，你騎馬去闖啊，你指揮交通可以。因為台灣嘅騎警隊，就是他們騎警隊隊員現役警察，不是一般的人，人家警察們要訓練，訓練啊，所以他們制服不一樣，很漂亮。真嘅。現在警察就是每禮拜六、禮拜日會到那個觀光點，像新北市啊，就漁人碼頭啦、鶯歌啦，還有巴黎左岸那邊，他們去巡邏，然後讓遊客看看拍照，那也不錯，很棒。在台灣現在有新北市、高雄市、彰化縣、台中市，以前都有成立一個騎警隊啦，唔係長。我有看過嗬，我有看過呢度嘅騎警隊嚇。看佢哋嘅時節，佢哋都唔敢笑，你做埋冇，因為大家都哇，佢都唔敢笑，佢哋清嚴肅嘅感覺，因為清派頭啊。真好看。唔過唔單止一樣嘢嗬，除了巡查，其實還係有青島嘅比賽。有。嚇，外地嘛，而係
教練嘛，又係裁判，其實有土青當然有國際嘅比賽啊。我嘅比賽其實協會也有來培養。有我哋協會哈，每年差唔多一年會辦差唔多會太參與20場比賽以上啦。20場啊！20場啊！哇，很多。全國性嘅啦哈，各馬場去辦也有啦哈。我哋協會是不是培養平時都有訓練選手嘛？好，我哋參加亞運啊哈，東亞杯、亞洲杯全部都參加過啦。我哋馬術比賽跟埋有拿過，像以前廣島亞運時節拿過銅牌跟銅牌。我哋前幾年參加那個杜哈亞運啊，拿過個人的銀牌。從亞洲係比賽嘅相片。哦，錯，也比賽相片，哦，哇，真嘅。有個挑戰嘅啦，然後有挑戰嘅比賽。哇，我有嗰種藝。你係藝哦。有藝比賽。一係幾年跑嘅，所以幾年嘅。我已經65歲啊！你65歲還去比賽？你講啊，我看而家跳嘅障礙物嘅時間，有冇你整個人係離開嘅馬背嘅？皮下以後嘅時間，你要是否林太哥，真係係冇簡單嘅，破數，一係你哦，一係你，也是我呀。這騎馬我係我人嘅恨事呢哈。因為騎馬可以增加肺活量。一騎下會健腿啊！平常騎馬騎住都冇乜感覺啦。跟住叫我騎馬一下白話要嗬，白話嚟很喘。像係走3公里鐘咁樣嗬，輕腳嘅咩係？係啊，所以人講嗬，騎馬騎10分鐘嗬，得按摩10萬次啊，你冇？慢步時有點按摩呀，運動馬的運動啊，係嘛？因為你騎馬嘅時間係有肺活量嘅訓練嘛，佢係一種嘅有氧運動、有氧嘅運動。不過其實你看今後就又做得有肌肉肌耐力嘅訓練，又有肺活量嘅訓練。其實你係輕鬆嘛，介唔嘛？以從嘅你哋要啲嘅英國倫敦，有嘅划船。我講嘅幾種嘅國際嘅划船嘅比賽嘅時間冇，可能用其實佢係用嘅划船比賽嘅時間，然後騎馬係佢用佢咩係肺活量嘅訓練，佢咩係尤其係幾種嘅划船嘅比賽，唔係划龍舟幾種其實佢係腰骨、身體、手臂、太腳臂，佢係胸下腹部。他也是老騎馬強，佢係全部嘅訓練，因為你走嘅時間係下半身，以往腳臂啊，也係講你騎吃行茶嘅時間也係下半身。不過騎馬嘅也好，也係講我講嘅幾種嘅划船嘅，其實都是整個身體嘅肌耐力嘅訓練。錯啊，所以騎馬主要嘅原因，好處佢訓練人嘅心態啊，可以培養你嘅膽量啦。培養你的愛心啊、耐心啊，都是其他運動沒有的啦。真的。你跟馬嘅接觸哈，所以話聽下講，對馬好嘅人，對你一定好你。幾種人做得假，幾種細單人做得走路講是做嘅。係啊，剛剛睇過有看到青島嘅相片去比賽，國際比賽也有，青島國際比賽也係有以後嘅成績。所以今年新加坡馬去杭州比賽。很貴。新年就也在年18、19年是去杭州比賽。對，還在年，不是明年有比賽啦。明年都有比賽，泰國也會去。會啊，帶選手過去比賽。帶選手過去其實也係台灣係青島嘅選手有跟特別馬場至少有10年間以上啦。10年以上。被普及嘅多年以上係啊。所以騎馬年嘅馬很多啦。唔係上嘅顏色你台灣騎馬有2萬。差唔多有騎過咪有差唔多1-2萬有冇？1-2萬人嘛。有啊。其實慢慢會越來越多人會。騎馬冇聽過在俱樂部騎馬係嘛？可以開成，可以騎馬路。馬路你看馬路都馬行嘅都喎，你知道？所以警察唔敢關啦。你帶佢騎馬騎喺馬路上，警察也沒辦法。馬路是馬的走的路咧，係嘛？所以我們要走沒有問題的。真嘅，所以基本嘅真嘅請歡喜，做得有請到泰國嚟分享，感謝你泰國。謝謝。哇，鄉親朋友先聊下，等下嚟做運動了。